台湾原住民第15族拉鲁瓦伫2014年正名，不过抑有真侪人唔知影。文藻外语大学有3个学生开发到2年的时间，迄一支我是第15族的底片，今嘛已经对外发表啊。因希望讲这支毕业影片会当互更较侪人了解到拉鲁瓦的文化甲目前的处境。 台湾原住民拉鲁瓦族主要是住伫高雄特管区，遐个风景真水，因遮400多人有家己的语言甲文化，就是信陪节。这支我是15族的影片，才短短30分钟。不过制作的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3个学生，是开码2年的时间，骑机车就山采访记录，嘛是因的毕业作品。 头一摆要去翕一个新闻，翕一个吊桥，迄阵阮就是想讲，要去采访内底的居民安尼。入去的时阵想讲，哪会遮有拉鲁瓦族？阮之前拢唔知影。嘿，阮就为这个新闻开始，然后开始做落。让更多人知道说，台湾的确有一个族群很特别，他们祭祀圣贝，他们祭拜贝壳，可是他们又不住在海边，他们在高雄的山区，他们叫拉鲁瓦。 拉鲁瓦族是伫个2014年正名，因对祖族脱离了后，家在有一群少年人想要把因的语言甲文化找回来。因为因人数足少的，长辈要安怎传承因的记忆啊、因的文化给青年是一个问题，所以阮伫这个影片内底嘛是一直在讲，因要安怎传承。 拉鲁瓦族的少年人嘛出席学生的影片发表会，因讲这支影片唔但互人知影拉鲁瓦，嘛互因了解家己是啥人，会当替文化传承出来。记者陈嘉文、赖伟哲高雄报道。